精进度那我们前面就是已经讲完了那个安忍度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精进度的部分。精进度也是非常重要，没有精进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习，也没有办法修持成就。精进度也分3：换甲精进、加行精进、不满精进。咱这个先不解释，我们继续慢慢念下去，好像应该有它的那个解释。第一个换甲精进，听到往昔诸圣者前辈、诸佛菩萨的事迹，以及为求正法历尽苦行的历史证据等时，我们不应认为他们是佛菩萨才能做到那样苦行，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因而懒散懈怠，而因思维他们是因如此精进苦行而获得成就的。我作为他们的追随者，虽然不能胜过他们，但必定能获得同样的成就。如果他们也需要经历那样的苦行，自力精进，那么我们这些为深重恶业所迫，无始以来未曾修持正法的人，为何不需要苦行与精进呢？如今我们已获得暇满人生，有信欲到趋向上师，听受到深深教诣，具有如理修持正法的缘分，所以我们应当立下誓言，历尽苦难，肩负重担，不惜生命诚心诚意修持正法。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过去这些所有的高深大德嘛修持的这些的故事，都是变成我们能够可以修持的一个怎么说呢，帮助，也可以参考。就像我们一个人上战场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像比如说军人就是在过去打仗的时候，就是军人上战场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所以就是会身上会穿上那个盔甲嘛，对不对？那现在也是有防弹衣什么等等的，就是有那个子弹打不进去的那种衣服嘛，或者是那就是坦克里面的人躲在坦克里面的，好像不容易这个子弹打进来，那等等这种各种各样，我们为了生命就可以做这些嘛，就像这样。那么就是生命很脆弱嘛，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盔甲的情况下，那就很容易一点点东西，比如说弓箭的这个箭刺进来就没有命嘛，就子弹的弹头那么小，但是一刺到你的身体上就没有命嘛，对不对？生命就是那么脆弱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修行的这个信心就是那么脆弱，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精进的去修持。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修行的这个信心那么脆弱的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方法作为盔甲一样的保护我们自己的信心感，保护我们自己的精进心，那我们就可以过去的这些高深大德嘛，他们如此修持苦行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就像我们的传承上师隆庆然讲吧尊者那么他们修持的时候，那他的修持的时候就是整个的他的相当也是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家当，就是一个大的牛皮袋。牛皮袋是什么？牛毛做的那个，不是皮，牛毛做出来的，就像那个藏地不是有黑色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帐篷嘛，黑色的帐篷也是牛毛做出来的，牛毛做的那种一个大的一个袋子那么那个袋子呢，他走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这个烧茶的工具跟那些都放在那个里面背着就可以走了。到了哪里打坐的时候，把那个铺下来在地上，然后他这是就是作为他的垫。然后呢，就有的时候挖一个洞，然后就是洞里面他躲起来，把洞口是用牛皮盖起来的，这就是他的屋顶，不是牛皮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毛带
牛毛带盖起来，这是它的屋顶。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当然那个挖那个洞啊什么那些都没有嘛，到了哪里就是下雪啊、刮风啊这样的时候，把那个牛皮带比较大吧，应该从这个里面钻进去，这就是他的衣服。以这样来苦心而修持的。那弥勒利巴的尊者的故事也一样，释迦牟尼佛的这个6年的这个苦修的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所有的高僧大德们有这样如此艰难的修行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做得到。那我们现在这么轻松的可以修持，为什么做不到呢？有这样去想。然后从这一点当中呢，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么人家那个时候这么苦的修持才得到成就，我们现在这么幸福的修持就得不到成就，这个就不用想的。如果是你修行的方面坚定心的情况下，你修持是，那你过的什么样子的生活都是无所谓的。那么不一定要说一定要苦才是会得到的。那么就是因为呢，就是比如说当初释迦牟尼佛在王宫里面，他有修持的这个可以他相修行的这个方面的条件都存在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待在王宫里面可以修持。但是他呢，就是我们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他完全没有办法待在王宫的原因是王宫里面不能修行那么他在王宫里面修行的话，对他的这个修行的障碍才是多了去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修下去嘛，对不对？所以他放下王位，他那个王位他本身不要，王宫的这种享受他本身不要，他就是一个具有那种处理性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父皇也好，然后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王妃也好，然后他的这个生母不在，但是养母也好，全部都是为了把他成为了转轮王所以就是为了要让他来国政，然后就是要管理这个国政的方面，所以就他没有办法修持并不是说王宫太舒服了，然后他就一天到晚修持的话成不了佛，不是这样的。他呢就是从小就是很善良，从小很善良，然后他的哥哥一直都是对他做了很多的伤害，但是他也是忍下来，因为他都是对所有的人有一个非常的这个平等性的一个慈悲，是本身就是有的。所以他这样继续修下去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可以修持的机会待在王宫里面的话，就是会非常多的障碍，尤其是也是有小孩，然后他就是准备去出家的时候，就小孩就刚生下来嘛，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想，还是我没有去之前去看一下小孩。回去看的时候他都没有看到小孩的脸，因为小孩睡着了，然后他母亲就是那个抱着小孩睡了，然后就是母亲的手就是遮着他的小孩的脸，所以他看一下没有看上脸，但是呢就是看不上脸，但是他就又放弃了。因为比如说这个来说到，就他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人来说的，当然就是没有办法离开嘛。那么没有办法离开的情况下，想离开的情况下，又想起回去看一下，那当然要回去看的话，一定要看到脸才走嘛。但是呢，他为了就是如果是要去看他的脸，那么就是要挪开怎么说呢，那个小孩妈妈的手，那这个时候呢他会醒过来，那又他不能去出家嘛。所以呢就是那么多的障碍，所以才他跑去出家的。那我们像很多的那个在家的居士来说呢，当然也是有一些的障碍有些的家庭里面，那么就是在父母没有信仰，然后小孩有信仰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点摩擦。家人呢，就是有些人信仰，有些人没有信仰，有些人就这样的情况下，他对你会不会支持，这些也是有一点的。那这些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作为就是修忍辱的对境。那么家人对你造成多么大的困难，就是你不能对他做什么，就是要好好的面对他，然后就是好好的面对他的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呢？你就是一个修行人，你要修持成功，你要修忍辱，所以就是不要跟他讲任何的实践的道理，一切都是听从他的那么就是要随着他的，随着他，然后你自己好好的修行。那你随着他的时候，你内心是好的，你又没有念经也是还好那你如果是
一边跟他吵架，一边念经，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所以你安忍没有修好，精进没有做到啊，那么你就是只是一边念经的时候，就有的时候都会生气的，就是声音都变了，然后就这种的修行是，当然就是比不修好吧，肯定的，但是呢，就是也没有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精进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第一个精进，我们就一定要作为过去的一切高深大的上师善知识们的这个努力修持的这些苦心跟一切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慈悲跟菩提发愿度化一切众生的一切的怎么说呢？公安这些故事，全部都是变成我们的修持，能够可以不要摧灭我们的信心的一个盔甲这样的话就是对的，不然前面也有讲嘛，就相当就是过去的诸佛菩萨高僧大德，他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做得到他们一样？这种想法也不行。那么过去的那些就有做这样的情况下才得到，我们做不到，那怎么可能会得到？这个也不需要。这样的话也是有一点点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就容易放弃。所以我们就要想，他们需要那么大的努力，我们也是一定要去努力。然后就他们都有这样的努力，那我们就更要有努力。那他们有这样的努力的情况下，得到这么高的成就我们当然也一定要得到。我们没有得到比他更高的成就的情况下，也是必须得要得到同等的成就。这个我们可以而且是要相信自己也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这是对的所以呢，就是完完全全一切行为上面，那么就是要参考的时候呢，这里面不能产生任何的分别念。他是佛，我是众生，或者他是高僧，我是众生，或者是他是什么，我是什么，这种的分别念都不能产生的，都是一样，都是众生，而且是从一个众生的方面，大家都一样，而且是成为了人也是一样的，而且成为了修行人也是一样的，修持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呢？那就是修持上面不能有差异，所以一定要加油，一定要精进这样就可以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这个信心是能够可以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坚持到底的一个这样的怎么说呢？不会怎么说呢？最坏的一个盔甲一样不会携带跟懒惰摧坏的一个这样的坚固的一个盔甲在自己的身上。自尊作为